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大家收睇新股速遞啊！今日同大家介紹嘅 IPO 叫做首回集團，上市編號係2621嚇。公司方面咧喺內地咧就做保險嘅中介服務嚇，供應商同埋平台嚇。咁我諗大家可以理解為一個保險嘅 broker 啦嚇。咁行業上面咧睇法就中性啲啦嚇。咁相信都係一啲叫做穩陣啲嘅防守型嘅行業嚟嘅未必真係好高增長。股份喺5月22號開始招股啦，5月27號朝早9點30分截止認購嘅，上市日期係5月30號嚇。咁發售嘅價格係6個4毫8至到8個08，每手嘅入場費咧就3200蚊多啲，集資額就1億9多啲嚇。咁睇翻嗰個集資額亦都相對細啲嚇，咁睇下會唔會細啲好炒啲咧咁樣。不過睇翻行業咧，我睇都係可能係放中長線少少嘅，好冇？大家有興趣嘅話就自行去認購啦嚇。我係證監會持牌人，以上嘅股份我係冇財務權益嘅。